頭咧係有一個距離往前。大家好多咧就打到好前咁就算。你記住，落到最低呢個動作咧係往後，並唔係往前。我哋落到最低嘅時候咧，呢個點提腕應該有一個向前嘅動作，所以有一種喺地撳住個車仔喺地下度推嘅感覺。你落到最低嘅時候咧，大概兩隻手係平衡。一推咗之後咧，其實右手係略前於左手，但係冇離左手，就唔會懟晒出去嘅呢個動作。有啲咁樣唔啱啊，唔會拉後㗎嚇，鬆咗上嚟係伸發大氣嘅手。好啦，流失落到最低點，唔係就咁，亦都唔係擺喺呢度咁樣，係喺呢個點裏邊有一個咁樣往前嘅動作，有距離嘅，有衝程嘅。而呢個動作咧就前好似海豚啊，呢有個跨欄嚟到呢個點嘅時候咧，往前，而唔係嚟到呢邊嘅時候咧，呢個係往後，呢個咧係往前，睇到有個分別。同呢個左下流沙波一樣，有啲會一轉呢就拎嗰隻手，唔係啊動作，係一個純粹係提腕嘅動作。呢啲細節咧，平時自己打嘅時候你要多啲去注意。而我頭先所講嗰啲咧，係90年代尾師傅出嘅85式教練法嘅 DVD、CD、VCD 又好 whatever 都係有講，大家去睇。我初咗跟五師傅學拳嘅時候咧，上堂第日去教邊一式咧，我之前都係睇 P 咗溫習咗佢係點教先咗。呢個點係大家唔好擁有咗就算咗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啊，應該要睇，好睇，好嘛？夠啦嘛？